请大家先尽量从前面的位置来坐，然后并且记得将手机关成震动或是飞行模式。谢谢大家配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来到这里呢，是要来做什么的呢？敬拜神。敬拜神。敬拜神是神给我们这生命最大的核心价值。我们出生就是为了要敬拜神。阿们。阿们。这个时候，牧师邀请我们每一位从座位上起立。我们已经预备好我们的心要来敬拜神。我看每一个人都穿得很帅，哎呀，穿得很美丽。你看一下旁边人，你跟他说，你充满了荣光，你充满了荣光，给他一个大大的微笑，你跟他说，你微笑好美，你微笑好美。你要说真心话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还有好多人还在路上，对不对？小组长，你赶快下 LINE 跟他们讲说，我们在等你敬拜，你没有到，我们就没有办法开始。哎呀，好，我们总是跟神的约会敬拜的时间就是要准时，并且还要提前到，好，提前到，这是我们对神的一个态度，好不好？你来跟5个人，不要跟你旁边的。丽娜长老，你不能够跟旁边3个。离开你的座位那一排，然后去找5个你不认识的叫不熟的弟兄姐妹，你跟他说，今天你的敬拜充满能力。来，你跟他说，找5个，5个敬拜充满能力。你要为他宣告，敬拜充满能力。哈利路亚！你的敬拜充满能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是我们敬拜神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能力从神而来，因此我们会有很棒的态度来敬拜神。好，哈利路亚，好，握手就好了，不要聊天，不要聊天哦。来，回坐，把你们放出去之后，还要把你们再拉回来哈。好，感谢主。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你有没有信心？你在这一场的敬拜，你在这一场的领受是蛮有恩膏的。阿们。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来说，我的敬拜蛮有恩膏。来，我的敬拜蛮有恩膏。感谢主。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再一次举起我们的双手，我们邀请圣灵。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说，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谢谢你，你大大的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今天的敬拜充满了荣耀，因为圣灵你与我们同在，你带领我们一起敬拜这伟大的真神。主，感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我们用主祷文一同来祷告，来，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请问今天敬拜有舞蹈吗？有舞蹈，好，来跟旁边你跟他说，唱歌加上舞蹈，你会变得很帅。唱歌加上舞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用喜乐的心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让我们
天国最美的舞者。我们一起来宣告信心，信心看见流奶与蜜之地，信心跟着云柱火柱带领，甩开不信只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有得胜。我们一起舞蹈来赞美神。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满身演戏，这是我的生命宣告。我们大声来宣告，我们要得胜。我要得胜，得胜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得胜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得胜呼喊，有咒惧怕都逃跑。我要得胜，得胜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得胜呼喊，有咒惧怕都逃跑。我要歌唱哈利路亚，天天赞美，天天唱。我要高唱哈利路亚，我要唱。大声宣告，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满身演戏，这是我的生命宣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满身演戏，这是我的生命宣告，这是我的生命宣告，我的宣告，是我的生命宣告。我们凭着信心宣告，我们生命是要得胜有余，阿们吗？我们再一次掌声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转向你旁边人，跟他说：让我们活出得胜的生活。Amen， 哈利路亚！感谢主，让我们在今天早晨能够用舞蹈肢体来赞美神，Amen 吗？Amen。这天地万物、活物都要来赞美神，Amen 吗？哈利路亚！神创造地，宇宙万物都要欢呼赞美，神统治到地极都要兴起歌唱，歌唱，从深海洋到高山上，全地都要宣扬。住在呼召神的百姓歌唱，歌唱，赞美，赞美，让主百姓都赞美，赞美，赞美，让万物都赞美。再拍手。神创造地，宇宙万物都要欢呼赞美，神统治到地极都要兴起歌唱，歌唱，从深海洋
邀请每位弟兄姐妹，我们张开我们的双手，因为圣灵已经在我们当中，他要来更新，来恢复我们的生命。因为君王已经在这里 ，Amen， 哈利路亚。当我们大大张口，我们敬拜神的时候，神也要来服侍我们，他要来恢复我们，来医治我们。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
于主，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这里，歌声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感谢主，和散那，那和平君王，使所有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主耶稣。阿们。当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在你的身上。所以你看一下旁边的人，你用你属灵的眼光，你有没有看到他身体正在发光？阿们吗？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荣耀的人透过诗歌，透过我们从心里诚实，带着一个诚实的心灵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当你唱出这诗歌的时候，神的荣耀就降临在你的身上。哈利路亚！这个时刻，我们要带着这样的一个荣耀跟权柄，我们要来祷告。阿们。我们要特别来为台湾神学院来祷告。今天呢，在各地都为了台湾神学院来举办这样的一个奉献的主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福分可以参与在为台湾神学院这样一个建造的里程当中，所以我们现在要来为台湾神学院祷告。为他们来怎么样来祷告呢？为整个学校，从校长、老师到学生，不论是在他们行政的运作，整个学校他们的经济，还有整个学校那圣灵的同工在他们当中。阿们。让这个学校培养出在这个世代新的领袖、新的传道人出来。因此不是只有靠老师，不是只有靠校长，而是要靠地方教会的祷告，祷告才能够兴起合神心意的领袖。你阿们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祷告，为神学院来祷告。这个时候我们来 RPG， 我们一个找一个来，我们来 RPG 的祷告，大声的呼求说：主啊，你的恩典智慧，你的需要供应要降临在台湾神学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我的路亚，下来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你的荣耀在台湾神学院，主啊，你的能力在台湾神学院，主啊，你与我们所有弟兄姐妹，我们的 RPG 的祷告，充满了从神里来的恩膏。主啊，照着我们所求的，你要应许，主啊，你要使台湾神学院大大在这里面来彰显神你的恩典，主啊，你那爱的能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主你的灵，求你来运行，来运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主，我们所付上的祷告，主你垂听，因为你是那应许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望就在这里，我们焕然仙境，有待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希望就在这里，大能彰显这里，
我们焕然仙境，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主，在这里，他能彰显着你，何赞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弟兄姐妹，我们要最后一次来唱。如果你刚刚在唱的当中，你还没有全然的释放出你对神的高举跟荣耀，好吗？我们最后一次，让你自己预备好，主啊，你是配得高举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1、2、来，就在这里，我们焕然仙境，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他能彰显着你，歌赞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我们会众来唱。君王就在这里，我们焕然你将自己献给神吗？拥戴你为王，荣耀你愿意把荣耀归于主吗？君王就在这里，他能彰显着你，歌赞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歌赞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呼喊，歌赞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用你吃奶的力量，掌声归给耶稣，好吗？对耶稣的呐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在那个大区带你去听那个音乐会的时候，你对那个台上的歌星，你对他们的呼喊是什么样的声音？你对周杰伦的呼喊是什么？你对耶稣的呼喊会不会小于周杰伦？阿们吗？我们把那个对耶稣的呼喊，我们再一次把它对着耶稣说：是主啊，我要把这我一生毕生的荣耀都要归给你，掌声都要归给你。再来一次，哈利路亚！主耶稣，主耶稣，主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来喊一声3次的主耶稣，好不好？喊3次的主耶稣，因为他是我们的君王。1、2、3，主耶稣，主耶稣，主耶稣，阿门，哈利路亚。你也要把这尊荣归给你旁边的弟兄姐妹，你跟他说，你的赞美很棒，我要跟你学习。你的赞美很棒，我要跟你学习。我们的赞美神是合一美丽，感谢主，把荣耀都归给神。跟旁边人尊荣的说，请坐，请坐。现在要来攻读圣经，圣经记载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4章14到18节，还有25节。我们一起来攻读，请。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圣经读到这，愿上帝的话常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
今天是台湾神学院张雅慧老师张主任要来请安报告，他要分享的讲道是干渴的时候。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很高兴能够回来。哦，对我好感动，牧师们呢都说我像回娘家，真的啊，因为我的娘家就在旁边啊。我爸爸当年啊要受洗啊，我好惊讶。我爸爸是一个风水师傅，做风水耶。我跟他传福音啊，传到他都跳脚，结果没有想到我们弟兄姐妹永光的弟兄姐妹去关心他之后，他竟然呢自愿要来受洗。他那时候跟我说他要受洗的时候，我还想说真的还假的。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我爸还跟我说阿塞啊，我问他说干么样因为阿塞啊，你那也怀疑安呢哈？哇，感谢主啊，很谢谢我们永光教会对我的家庭，特别对我爸爸的照顾。来到这里我今天第一堂差一点没有办法讲话，因为每一个我爸爸走过的足迹，我都看到神的爱，弟兄姐妹的爱与他同在。各位弟兄姐妹的关心代祷我知道大家呢都很关心我们台神我现在呢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用一支影片来让大家了解一下现在台神的现况。敬虔的人走进生活每一个角落，在家庭里，在职场里，在社区里，展现丰富的生命气息，踏实的实践信仰的生命意义。在台神这样的态度被培养、被淬炼。敬虔的操练是在知识跟信仰的张力中，学会依靠神的恩典继续前行，在真理的光照下看见自己的软弱，因为敬虔，让知识有了谦卑的根基，让宣教有了温柔的力量，去承接神托给这个世代的重担。陪学生走过痛苦与挣扎的历程，本身就是敬虔的操练，因为敬虔不是一种表现出来的宗教热忱，而是在破碎中学习能够依靠上帝。学生在痛苦中学习的是带着伤继续走下去的时候，还愿意相信上帝。而我们能够做的就是陪他祷告，陪他哭，让他知道他不是一个人，也不是靠着自己就能够撑过去。那个时刻就是信仰扎根的时刻，这样的态度是可以被培养的，会慢慢的把敬虔内化成一种生活的方式。在台神学习知识不是为了知道更多，而是一种认识体认的过程。在课堂上专心聆听老师还有不同学生的声音，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彼此了解，我们学习与人与上帝同行，学习从上帝而来的智慧。这样的知识是寻求真理的过程，在这样过程当中，我们得着信仰的力量，让生命有根有基。我们的目标不是塑造一个神学家，而是塑造一个以爱、以真理行走在真道上的牧人。我自己过去信仰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都只有一种对圣经的诠释。来这里受装备以后，服事上或是在看待很多事情上面，我可以用更广更深的视角，不会被狭隘住。从小在老牧师的带领下，对于宣教有很重的负担跟热忱，所以我选择报名缅甸的短宣。我是去服侍他们，结果最后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原来我才是被服侍的那一个。宣教不只是飞去另外一个国家，它也不只是喊着传福音的口号。金钱的心和知识的力量是我们做宣教的根基。如果我们有金钱、有知识，却没有用行动走出去，我们的信仰只是空谈。如果我们到处去宣教，却没有知识的装备和金钱的态度，这样子的宣教工作也将会带来
不同的影响，甚至是一场灾难。宣教不一定要做跨国，但常常要有跨越心理的界限，这样子的心智，跨文化、跨种族，跨出舒适圈，走向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群体跟社群中，甚至是接纳与我们不同的人。宣教可能发生在异国他乡，也可能就在我们城市的街头、社区的长照中心或学校的校园里面。宣教它也不只是一个3分钟热度的活动跟行动，而是长久的尾声。因为福音不止于口中来宣告，还要被活出，成为光，照亮在每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台湾神学院的使命，就训练愿意委身用信仰回应这个时代的传道人，培养出具备敬虔知识、宣教热情的属灵工人，然后差派他们进入这个世界。我们愿意付出时间，陪伴一个又一个学生走出呼召的路。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我们诚挚地邀请您一起成为这段建造上帝国旅程的同伴，请你们用奉献来参与，用祷告来支持，让更多的生命被培育，成为主所用的工人，让神学教育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各位弟兄姐妹，在影片大家看到的神学院有很多的进步。我在2002年的时候呢，曾经去念文硕，到了2016年的时候呢，去装备读道硕。我感谢教会弟兄姐妹你们的奉献支持，让这个神学院呢一直在进步。那我们自从呢教育部立案之后呢，不断的在提升我们对这个神学教育的要求都是用最高的标准在进行，所以我们依然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需要弟兄姐妹继续来给我们鼓励。给我们加油，给我们支持。那盼望各位弟兄姐妹帮我们呢放在心上，时时的来纪念我们。好，那神学院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人生呢很多起起伏伏感谢神学院栽培的工人到了教会来服侍兼顾我们。那特别呢，我也曾经花了5年去装备。那让我呢对上帝有更多的认识。今天呢，我就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去神学院装备的一个小小的心得。今天我分享的心得呢，我要讲一个干渴的故事。各位弟兄姐妹，虽然现在天气很冷，但是我们还是会口渴这个对水的需要是我们基本的需求。我们口渴的时候呢，都需要喝水。感谢主，我们现在有好多饮料可以给我们解渴。你知道吗？我们除了嘴巴会口渴，我们的心灵也会口渴。我们心灵口渴的时候跟嘴巴口渴的时候不大一样。我们心灵口渴的时候我们需要倾诉。口渴的时候是把东西往里面倒，可是心灵渴的时候是把东西往外面倒。我们需要倾诉，我们需要有人聆听，聆听我们内心的话。世界卫生组织忧郁防治的宣导短片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有人聆听我们内心的话。所以呢，他鼓励我们一定要有支持团体。我刚才呢看到我们教会里面好多小组好多团契好棒哦！就是要这样子，在我们心灵干渴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支持团体，就是要有肢体来帮助我们聆听我们的话语。那如果我们身边还有人还没办法进到教会来，还没有人可以聆听他的话语那这个政府呢也有一个福祉，就是呢15岁到45岁的人有免费3次寻求专业人员谈话的这样子的一个福利。这些都在告诉我们什么呢？都在告诉我们心灵干渴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找人说一说。我们心灵干渴的时候，需要有人聆听我们的心声聆听我们的心声不过有人聆听我们的心声，这很像我们口渴喝水一样喝了还会再渴我们说一说，你会发现还需要再说一说，再说一说能够不喝水吗？不行，水一定要喝能够不找人讲话吗？不行，
一定要找人讲。只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我们找人讲之外，我们不要忘了要找一个很重要的人讲，那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不是只会在旷野对着众人讲道而已，他也很乐于聆听每一个人内在的心声，了解每一个人的处境。他跟很多人有个别的谈话，其中有一段呢，我最喜欢的就是他跟井边妇人的谈话。他跟井边妇人的谈话呢，被心理学专业的人称为这是叙事治疗的经典之作。这个井边妇人啊，跟他谈完之后，生命有很大很大的改变，哇！很短的时间，这可能是一般世俗的心理专业做不到，可以这么迅速，这么有果效，所以它是一个叙事治疗的这个最棒的一个典范啊。那这个妇人她跟耶稣说了什么呢？这个妇人啊，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她有5个丈夫。各位弟兄姐妹，你身边有人有5个丈夫吗？早上第一节我看到蛮多长辈的他们跟我年代比较接近我们都认识一个很有名的埃及艳后，她结了婚，结8次那有7个丈夫其中有一个丈夫结2次她算是很有名的那你一定会说，那这个井边妇人5个丈夫有什么稀奇？我们这边有7个不一样时代不一样。在他那个守旧约律法的时代，5个丈夫，这是很不可思议的。这5个丈夫怎么来啊？有人说呢，他呢，同时跟2个人谈恋爱，他跟5个人谈恋爱，劈腿5个人。我想这应该很难吧？在当年的话呢，犯奸淫就会被石头打死这应该不大可能。有人说呢，他呢就是可能呢菜老是烧不好吃，地老是拖不干净就是呢家务不大行，所以被休了5次都被休。不过我询问了一下这个犹太人的传统，他们说最多只能3次。所以这个版本好像也不可信那有人说他克夫就是呢只要跟他结婚都挂了，5个都死了。那我觉得这也太厉害了吧？男人都这么勇敢吗？就为了跟一个女人结婚，即便这冒上生命的危险，都愿意扑上去。有5个人呢不过听说最近这一个现任的观察中，他可能很犹豫这几个版本呢，我听一听，都还是觉得不大可能所以我自己脑补了一个版本。我脑补一个版本是这样子的她第1个丈夫过世了那有人怜悯她，就娶了她。不过她第2段婚姻呢有点还没有走出丧夫之痛，所以呢被休了。于是呢她就远走他乡又嫁了一个好男子，不幸呢可能遇上了什么传染病然后呢又丧夫了。丧夫之后呢，又有一个人呢怜悯他，又娶了他。可是他呢真的是不快乐，所以呢又被休了。于是他再远走他乡，再嫁一个丈夫那可能呢遇到了什么更多车祸。也是有可能总而言之，现任呢观察中那这个版本呢至少不会违反那个犹太传统跟旧约的律法这样子。好，不管是哪一个版本是谈了5次恋爱，还是5次被休，还是5次的丧偶，还是我的版本这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有一个循环的模式在当中。循环的模式，不断重复发生的故事一个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循环模式呢？我研究所的时候，我写的硕士论文就是研究这个循环的模式。瘾我们一个人如果上瘾，就会重复一直追求同样的东西来满足自己希望呢我们不要上瘾，因为上瘾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上瘾需要集结很多的资源，才有办法让人呢脱离这样的一个捆绑希望不要那除了瘾之外呢，还有什么原因呢？还有可能就是习惯我们从小到大养成的习惯你会不会讲话讲一讲就有一些鱼尾助词这我讲课常常呢我不知道我有一些鱼尾助词。后来我的女儿呢去听我的课，就回来学我，这样我才知道原来我讲话都有一个鱼尾助词。
结果我发现，我只要留意我的语尾助词，我就讲不下去，就卡住了。这样，好，一个习惯，从小到的习惯自动化了哈，然后不自觉了，也很可能会让人呢好像呢有一个循环的模式啊。不过这习惯还好啊，无伤大雅。那心理学家发现会造成人跟人之间关系的困难的，是有一个内在的脚本在我们的心里面。内在的脚本很多心理学家呢都去研究各种内在的脚本。我今天跟大家介绍一种大家耳熟能详的内在脚本，叫做卡普曼戏剧三角形。大家一定都有追剧千篇一律，从古时候的看歌仔戏，一直到现在看各种剧这个剧情里面一定就是3个元素拯救者、迫害者跟受害者一直演，一直演，一直演。如果我们的内心有这样子的一个卡普曼三角形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也会这样子重复，一直演，一直演。有时候你以为你是一个拯救者我要帮助别人，你以为你自己在帮助别人。如果你呢对别人的需要不够了解，对别人的情感不够能够同理，硬是要用你主观的想法强加在别人身上，要别人接受你的帮助，你很可能就变成了一个迫害者。在你迫害者的当下呢，别人呢受不了了，很可能就拒绝你，你就又变成了一个受害者。如果我们内在有这样的一个脚本的时候，很可能就会这样子一直循环，一直循环。你就会发现，为什么我都好心好驴精啊？为什么呢？我一直想要帮助别人，我只是为别人着想，我明明都是为你好，为什么都这样子呢？小心，很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内在的脚本在你里面，以至于呢，你的故事一直在发生。你的故事不论到哪里，不论跟谁相处，你都会发现怎么那么熟悉，怎么都是一样的场景。这就是一个内在的脚本。很多人去求助专业人员都希望能够摆脱这样的一个内在的脚本。就像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屈死的身体？这个内在的脚本，这种循环的痛苦，一旦在我们身上发生，你会发现真的是很痛苦，很难挥之不去啊。很多人都希望寻求专业能够来摆脱它。撒玛利亚的妇人来到井边，她遇见了耶稣。耶稣呢，完全知道他有5段很痛苦的过去，重复发生的痛苦的故事。撒玛利亚妇人问夫子：“赶快告诉我，去哪里取水，可以让我喝了不再渴？赶快告诉我，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呢，不要呢再重复同样的苦情？”耶稣怎么回答他呢？耶稣说：“用心灵与诚实来敬拜神。”心灵与诚实在我们的原文里面讲的是神的灵与神的话，鼓励我们要在神的灵与神的话中来敬拜神。我们刚才礼拜一开始，就享受了这样子一个美好的敬拜。那你们一定体验到，一个能够在神的灵与神的话中敬拜他的人，一定是一个把真实的自己全部敞开的人。所以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必然也是用心灵跟诚实面对自己的人。所以耶稣鼓励我们要跳脱这样重复循环的痛苦真实的面对神，真实的面对自己。我们有好多先知都告诉我们，我们要省察自己。我们在领圣餐之前，我们都要省察自己，以免吃喝自己的罪。真实的用真实的自己来面对我们的上帝，就能够喝了不再渴，得到永恒的活水，不用再落入那个循环的模式中。各位弟兄姐妹，这真实的心灵简单吗？老实讲，它并不简单。虽然各种的心理健康的宣导都在鼓励我们要面对真实的自己，实际上不容易耶。有些人不喜欢真实的自己，有些人他真实的表现自己的时候呢，并没有得到好的结果，他很可能呢遇到很丢脸的事情，被别人说他没有信心，或者是呢这个新的行为模式让他不习惯，于是又要退回去。
我妈妈已经过世了，我最喜欢讲我妈的例子，因为她不会再起来骂我了。我妈妈常常有一种没有办法真实面对自己的习惯，就她明明很希望我们留下来陪她，她明明真实的需要是我们每一个人待在她身边陪她，但是她常常都说出去啊，转来，想话都卖转来，这样，她没有办法真实的面对自己。为什么呢？因为她曾经小时候跟父母提出这样的要求的时候，被爸爸妈妈骂。我就看过很多小朋友，爸爸陪我，妈妈陪我，你没看到我在忙啊？你不知道啊，爸爸妈妈多忙啊，都为了你们读书，都为了要给你们出去玩，去绿世界。我都很辛苦你在吵什么吵？下次他还敢讲吗？不敢讲。我们人常常不能够再真实的面对自己，都是因为当我们真实的时候，我们没有得到好的结果。久而久之，我们就不敢再真实的面对自己，不敢再真实的表达自己。久而久之，真实的自己在哪里，可能都不知道了，都忘记了。所以耶稣说，我们真实、心灵诚实的面对神，其实是用一个真实的自己来面对神，这样子才有办法把你那个真正深处的痛苦，甚至呢，你觉察到自己没有办法改变，明明知道该这样做，立志行善由得我，却由不得行出来，由不得我的那个困难，带到神面前，从神那里支取大能来帮助我们突破。这一位井边的妇人她呢跟耶稣对话之后，她的人生不一样的。她本来是一个在五段的关系中受苦的人。他搞不好觉得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搞不好觉得呢这世界上都是迫害的人，他在期待一个拯救者，他搞不好心心念念的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但是他跟耶稣讲完话之后，他不一样了。他到城里面，他靠近人，并且跟人诉说一个弥赛亚来的这一个好消息，并且把人群带到耶稣面前。他的内心的这个脚本已经改写了，不再是那个卡普曼三角形受害者的故事，而是一个全新以耶稣基督为主，自己是神的仆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循环模式。根据东正教的野史记载，这位妇人呢，她后来结了婚，生了小孩，全家服侍主，一直到罗马政府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她为主殉道。他们的故事在当年的教会界基督徒群体中成为美好的见证。他的人生不一样了，他坦然的面对自己，敞开自己，面对耶稣之后，他就启动了一个新的生活模式，新的人生故事。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如何，你是不是也正落在一个重复的循环中，期待能够有新的开始，新的人生。我邀请你等一下在敬拜里面用真实的自己，不要再想等一下要去哪里，希望赶快天气晴或者呢什么生活上的一些琐事的，而是真实的进到你的内心，告诉神说：神我总是挥之不去，老是嫉妒别人；神我总是挥之不去，老是在比较；神我有好多好多坏习惯，一直改不掉。用这个最真实的自己来面对我们的神，相信我们会跟这个井边妇人一样，我们会开启一个新的人生。那我在这里也要同时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何等有福，可以坐在这里聆听上帝的话，领受上帝的恩典，救我们脱离旧的模式。在这一栋大楼以外，在街道上，在市场里，还有好多人没有这个机会。我盼望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有这样的心志，我邀请你来台湾神学院装备。在我们台湾神学院呢，不止呢装备更认识神的话，更了解真理，我们也有那个灵性諮商、灵性照顾在职专班。
我们的在职专班呢是在礼拜5晚上跟礼拜6全天。我邀请你在工作之余花点时间来装备。我们的装备不只认识神，也帮助人认识自己，用真实的自己来面对我们的神。邀请大家一起来装备，我们一起来帮助人脱离那旧有受苦的行为模式，活出新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永活的大能能够解救我们脱离罪恶，谢谢你慈悲的怜悯，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真实来到你的面前。求你那新的生命新的盼望赏赐给我们众人，让我们可以活出新的人生。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是不是透过张雅慧老师、张教授他在分享这一段的话语，是不是神也在提醒你，有某一些的思想、意念，甚至是行为，是处在一个错误的循环里面？可能你自认为你是一个受害者，但是有时候从受害者又变成一个加害者。是，然而我们明白，当我们来到神的里面的时候，主耶稣会让你清清楚楚的看见这一些仇敌的作为。但是主耶稣已经胜过了这一切。主要让我们常常想起耶稣，因为他带来了医治，他已经进入到你的生活里面，你的处境他都清楚。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唱这一首诗歌，把你自己交在主的里面，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请我们一同起立，让我们把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力量，也成为我们的医治。哈利路亚！勇敢的跟神说，主，是我每一天都需要你，每一天你都能够帮助我，你不丢弃我为孤儿，你必来到我这里。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桌前，用心里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让我坦然无惧来到。还有什么样的事情是放不下，是耶稣无法为你解决的呢？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生命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起初爱你的心。弟兄姐妹，这个时候牧师要请你安静来享受，我们要请乐团来唱，然后让你自己在这个安静的时刻，你聆听，透过这些的歌词，主耶稣他要医治你，因为神的话语是带着能力，带着医治，带着安慰跟建造。阿们。我们闭起我们的眼睛，你可以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胸前，来聆听乐团带我们来唱。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桌前，用心里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
在对你说话。祷告，神必回答。你的呼求，神必怜悯。兄妹姐妹一起来。是我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站在这里，主啊，当我们还没有站在这里的时候，主，你已经为我们站立，因为主，我们从你而来，主啊，你已经聆听了我们的心声，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身上所有的罪性带到主你的面前，因为主你是赦罪的神，主啊，是你应许我们，凡愿意来到你面前的，主啊，我们叩门，你就为我们开门。主，当我们渴慕的时候，你就供应我们。主，感谢你，主，你应许我们，那圣灵从天上带到地上来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如同那个旷野。然而，当我们渴慕你的时候，圣灵就要叫我们里头的那个旷野要变成肥田，肥田要变成树林。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的里面因着耶稣基督，让我们里面从干渴成为滋润。不仅我们能够滋润，我们也能够分赐。谢谢主，因着你是健壮的神，我们也成为健壮健康的人。感谢主，主因着你的爱，叫我们不再孤单；因着你的爱，我们得医治。主啊，我们谢谢你，因着你让我们能够在基督你的里面，我们就成为一个合一的群体。因此主，我们说，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得着爱；主，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我们愿意分赐。因为主你是爱的分享。谢谢主，谢谢主，这是我的祷告。谢谢你的医治，哈利路亚。这是我的祷告，愿我生命单单归荣耀给你耶稣。这是我的呼求，每天都更爱你，永不失去希望。我们请姐妹来。这
稣带给我们最大的爱，不仅是十字架上的爱，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个爱，好不好？你跟旁边的弟兄姐妹，你跟他说，我愿意用耶稣基督的爱来爱你，你不孤单。耶稣基督的爱来爱你，不孤单。如果你是母子亲子的，或者是夫妻的，你跟他拥抱一下好不好？夫妻的，来，弟兄姐妹也一起拥抱好了。来，弟兄姐妹，来，男的抱男的，女的抱女的。呀，在今天，耶稣的爱带来了医治。没有被抱到的，牧师要去抱你哦。好，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不仅是在教会的敬拜充满爱，在家里也要充满爱，常常爱的抱抱，好不好？在家里面常常要爱的抱抱，阿们。感谢主，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要来进入奉献，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的周报里面有台湾神学院的奉献袋，我们拿出来，你拿出来给牧师看一下好吗？你有拿到吗？没有的，我们请弟兄姐妹来送到我们的手上。好，这个台湾神学院的纪念奉献袋，好像还有很多人没有拿到嘞，有拿到吗？你把它举起来。好 ，OK， 好，这是一个神的祝福。今天神学院来到我们当中，不是要来给我们要钱哦，乃是神他跟我们说，这是我丰盛的恩典，所以神他要让我们能够同享这丰盛的恩典跟产业，阿们。是，所以呢，牧师呢，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刻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时刻，就是来为神学院来奉献。在神学院1年的支出呢，都要好几千万。而神学院呢，不是赚钱的，不是盈利的学校，它是圣灵耕耘的学校。所以呢，是透过全台湾世界的弟兄姐妹教会一起合一，来为这个神学院奉献，他们得以能够这样运作来到现在。而神学院呢，就是在培养我们的传道人。因此每一个教会被建造都是透过神学院培养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用我们微薄的力量来奉献给神学院。这个微薄呢，牧师呢希望你是拿很多孩童，那个是现在钞票1000块的，现在是不是还有很多小孩？有吗？有没有改版啊？那个好，是，所以你拿那个很多小孩的来奉献好不好？呀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产业。好，我们预备好了没有？好，把这个奉献袋来，我们交给我们的诗慧。几个小孩？5个嘛，好，很多小孩。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也是信心的行动。请我们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生命主我重新的力，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会众请起立。
众请坐。现在请潘牧师事工分享。感谢主任，我们今天可以听到雅慧老师、雅慧教授在这边跟我们的分享。好，我们现在呢来看我们的消息。好，我们这个礼拜的导读我们的读经呢已经进入到撒母耳记上，来到撒母耳记上来，我们来念黑色的字。好，请凡受欠债的，再一次来。凡受窘迫的，感谢主，也让我们今天我们明白，其实在大卫他的生命里边呢，大卫所代表的也是一个耶稣基督的一个形象。所以呢，如果你有需要的，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好，所以呢，我们要继续按着我们读经进度，这是神给我们在话语上面要一个扎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哈。好，接下来，好，我们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台湾神学院灵性諮商系的主任雅慧老师。也是我们永光的女儿呀，她的爸爸，她把她的爸爸带到永光教会来。我们特别谢谢雅慧老师、雅慧主任，也因着她的培养呢，让我们的青年能够被建造，然后现在呢都在机构里边，然后服侍人。好，我们的纯颖还有我们的平安。他们在相继在去年他们都毕业哈，然后呢我们的纯颖呢，他在淡水马街医院担任关怀师我们的平安呢，他今年毕业，然后呢雅慧老师就是他的老板所以呢神非常美好的预备所以刚刚雅慧老师有在呼召我们，如果我们在时间上可以的，我们可以把时间分别出来，也可以到神学院接受造就。雅慧老师她本身呢很早就已经都在大学教书，但是呢她有一个渴慕的心，所以她还回到神学院去读灵性諮商，读完之后又读道学硕士，然后呢她现在就回到神学院来从事她的专业，在灵性諮商的这个部分。所以雅慧老师她的整个路程的一个学习真是非常的让我们感动，而且她在她的工作上面、服事上面都非常的敬业，也非常的专业。我们呢也预备呢，我们在明年有机会的时候要邀请雅慧老师来帮我们的铁三角同工来做装备因为他是諮商的专家，是，所以他培养的2个学生呢，在我们永光教会里，我们也要好好的来运用他们。所以呢，如果有什么样心理的问题呢，都可以来跟他们预约有我们的纯颖，还有我们的平安他们可以在这里来给我们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帮助都是雅慧老师教出来的好，那我们非常的谢谢雅慧老师持续的来关心我们的神学院，也为学校来奉献。好，接着这是在礼拜一呢，我们周牧师参加了 TVBS 他们所邀请的全国的祷告大会，大概有100多位的牧者在他们的摄影棚里面来举行这个祷告会。我们常常呢接到外教派他们为了全国的祷告大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觉得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也要时常这样。所以呢，我们每一天礼拜2到礼拜5有晨祷，晨祷就是我们在实践耶稣要我们在祷告里面纪念万国万民万邦，是，所以晨祷就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的根基。弟兄姐妹，如果你在上班之前，然后有一段的时间，即便是半个小时，我们是6点半开始，如果你6点半来，然后你7点就要去上班，这是 OK 的，成为你一天的开始，力量的开始，世界跟我们的国家都要因你而蒙福。好，所以呢，我们呼吁我们晨祷，大家要把握这个时间，把握这个机会。好，接着，这个是昨天我们的
台北中会传道部所办的我们的长职有参加这个进阶的训练会。那我们的中会有规定，我们的长老执事都要接受这个训练会，因为如果没有接受这个训练会的话，你可能没有办法了解中会，也没有办法了解教会，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在教会里边担任长职。好，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像在职训练一样，所以我们的长老执事呢也都留意这个时间，一起来接受装备哈。好。我们的幸福季，然后呢，在上个礼拜是幸福开始 base 的开始进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各个小组非常的热闹。每次牧师呢去看我们的小组的时候，哇，那个吃的东西非常多，很重要的是大家都很快乐，充满了笑容哈，都不想回家呀。所以这个就是教会要成为一个喜乐的全员之家哈，每一个小组都充满了喜乐，所以这个是一个快乐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大力的邀请你，不要害怕，就像雅慧老师说的，外面还有很多人，他们需要耶稣的爱，需要有聆听的所以我们就是有一个聆听的耳朵。我们渴慕他们也来到这里，跟我们一样认识耶稣他美好的爱哈。好，接着好，那我们在等一下呢，我们有明年度的意向传递，还有我们的细胞小组的拓殖介绍。感谢主哈，让我们在今年我们的小组呢，细胞小组要继续的来拓殖，所以我们请这一些的同工干部首长们都来参加。好，接着，好，那这个是12月6号，我们有全教会明年度的事工，因为我们会安排很多的活动，那时间呢大家都要来清楚了解哈，所以12月6号这个是一个预告。好，那12月6号要开会之前，我们必须要提各部的事工计划，包括各牧区，好，所以呢，我们也按照这个时间，然后呢，我们在今天意向祷告会之后，明白了主任牧师明年要带我们的方向，然后呢，之后呢，我们的牧区就开始召开铁三角同工的会议，然后开始来规划，然后把这个规划好之后，把它弄为电子档，然后交给我们的行政干事。好，接着，好。哇，爸爸你很忙，爸爸都一直为我们忙，所以你看我都为着你，所以还要带你去绿世界，就是为你而忙。小孩就跟爸爸说：“爸爸你真的好忙，所以我带你去绿世界，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影片 OK 吗？好，所以我们到现在呢，我们报名已经有220多位哈，所以我们持续来报名哦。来，好，这是我们的传道跟我们的干事同工，他们特别去场勘，很多平常在中正路看不到的动物，哇，真的。到了这个地方，能够让我们开怀。小朋友，哇，小朋友很适合来这里。我们都有游园车哦，可以载，是，所以长者啦、小孩都可以来参加哈。哇，现在落雨松应该很漂亮。啊，这引导我们进入到恐龙区。有孔雀，它的园区很大哈。然后呢，整理得非常好。你报名了吗？你问旁边的人，你跟他说你报名了吗？
好，我们要赶快来报名，因为呢，我们今天呢早鸟价报名截止哦，早鸟价截止哦，哈如果今天呢没有报名，明天要再报的话，当然可以，那就恢复原价1350。那我们到今天呢报名是1000块哈，1000块。那我们呢要带悠游卡。如果有人说我带小孩啦，或者是说我的脚不方便，怕行走太远的话，这边呢，如果你带悠游卡，你只要刷卡，你都可以搭他们的游园车，从 A 点到 B 点就可以搭游园车哈。是，所以呢，我们这个小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相聚的一个机会我们还有我们上一次出游的时候，我们邀请许多的桌群，有没有？桌群这个就是我们延续下来的。上一次是各牧区出游，我们上一次牧区出游总共有8辆游览车出去哦，哈。那我们这一次呢，我们邀请我们的桌群的朋友，还有我们现在6636幸福小组的朋友，这个都是一个很棒的机会。所以我们从3、4月这样一直规划下来，现在是野外礼拜的出游，然后呢，我们来到圣诞节，所以一整年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配套计划。所以你一定要邀请，不要害怕哦，不要害怕他拒绝你，你不用觉得你是那个受伤者，不会的，你就勇敢的邀请他，因为你给他好处，给他恩典，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把握这个机会哈，然后牧区邀请牧区，然后小组邀请小组哈，这个是很美的一个。我们永光教会呢，大概是2年才办一次哦哈。那我们绿世界呢是在7年前去的哈，然后我们今年有很多人说很想要再去绿世界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就以绿世界作为我们的一个据点，我们要到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参加哦。我们期待是能够有达到400个人。400个人哈，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只有报名200多，我知道等一下呢会报名很多都会陆续的进来哈。好，来接着，好，那我们来公告，我们上个礼拜长职选举非常的顺利哈，我们选出的长老有青林长老，还有明谦长老，我们的执事有仁邦，还有彩迪以及哈利郑义祥，就是哈利哈。好，我们也恭喜这5位哈，他们要进到我们的长职，跟牧师跟带领同工们一起往前走哈。好，接着，那我们的空调现在来到多少钱？我们来看一下多少钱呢？现在大家的奉献130万，130万哈。是，所以呢，我们持续来关心哈，每一个人都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热心，然后很踊跃的在为我们的空调来奉献，神要大大祝福在我们的身上呀。好，接着礼拜4呢，我们修管哦哈。是我们整个大楼，因为呢电梯工程要施工，所以呢我们的晨祷也暂停。那当天的星光学院呢也暂停，因为电梯不能动，所以呢如果要请牧师从14楼呢，然后跑到1楼，又要再跑14楼，哇，我们的干事1、4楼都要用走楼梯的，那太辛苦了哈。所以干脆这一天就休管这样哈，所以呢就不要来到教会，要不然你要自己爬哈，没有电梯可以坐。那礼拜4晚上的小组呢可以进行，因为呢电梯大概在下午就会修好哈，所以晚上的小组呢你就可以坐电梯了，所以你可以照常聚会没问题。好，再来后天是我们台北中会要召开中会会议哈，所以有这些的同工、牧师、传道，还有我们代议长老都要来参加哈。好，接着为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健康，持续在 RPG 里边来纪念他们。好。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在我们当中。好，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好，尊魁来，这一位在哪里呢？岳尊魁，哇，非常的欢迎你，住南投哦。是，所以呢，你今天为什么会来到这里？来旅游啊？哦。你把这里当绿世界，很好，有绿世界的那个心情是，所以你也是教会的，好，在哪？南投长老教会是，所以你每一个礼拜都会来这边玩吗？我们非常的欢迎我们的岳尊魁弟兄。
欢迎你每个礼拜都来。好，依次的欢迎，感谢主。好，来，我们来欢迎下一位。好，下一位锦怡是不是？好，我们欢迎廖锦怡。好，我们的投影还来不及打哈。好，锦怡，慧燕的朋友小朋友在楼上是不是？非常的欢迎你，你的小孩最有福气了，神大大把智慧赏赐给你的小孩，是，所以呢，我们非常欢迎锦怡来到我们当中，一次欢迎。好，来请我们的尊魁还有锦怡呢，来跟我们的迎宾同工呢，有教会的礼物要来送给你们，我们也期待下个礼拜可以再看到你们。好，你们可以把包包带着。那我们其他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彼此来祝福。来，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来，把我们的爱大大的分赐出去，让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转向你另外一个人，跟他说：耶稣爱你。让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想左想右转，来看看对方。爱你，哇，大家都充满了喜乐。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我们仍然站立，请牧师来主导。愿上帝无比的爱以及耶稣基督的救恩，并且圣灵的光照，让我们更认识神，也更认识自己，以至于我们活出神的喜悦，也成为最美的见证，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家平安，平安，上帝祝福我们，大家请坐，下个礼拜见。我们的同工呢，意向传递呢，我们到楼上来预备用便当，我们1点要来准时开始，好。